呢集呢係補充翻上一集嘅一啲嘅資料，因為我見到呢網友 comment 咗喺我上一段片嗰度啦，咁就想了解多少少石碑嘅一啲背景啊，或者係啲資料。咁因為其實上一段片呢，咁我就好着重去講一啲比較大朗啲嘅嘢，反而喺石碑上面嘅資料呢，反而就冇乜講到。咁亦都其實都開心嘅，因為我都整咗兩段片啫嘛，竟然會有人 comment 同埋會有人睇，咁呢件事都十分之高興。好，咁都事不宜遲啦，咁都講呢個羅塞塔石碑。咁其實佢點樣嚟嘅？我記得上集都有係好輕輕咁講過。其實佢一開始係法國佬攞咗呢個石碑先。咁其實1798年呢，咁拿破崙就佔領咗埃及。其實原本拿破崙想佔領埃及嘅諗法，其實係因為其實佢同英國，即係你知英法兩邊打㗎啦。咁嗰陣時拿破崙已經打晒成個橫掃咗成個歐洲啦，得翻英國一個人咧可以同佢有得叫做攣下。咁嗰陣時拿破崙就諗住，喂，如果我攞咗埃及呢個地方，咁你以後英國佬喺殖民地印度運翻嚟嘅大量物資，佢就可以中間去斷佢，或者係有啲咩去 stop 到佢。咁你知啦，咁一佔領個地方，一定係修橋補路，咁樣就起啲要塞出嚟去做一個塔又好，或者係一個防衛嘅嘢又好。咁其實喺1799年，其實佢已經法國已經開始喺羅塞塔呢個地方而開始起一個堡壘或者一啲防禦嘅嘢咁。咁咧佢就見到一座係15世紀嘅一啲古埃及嘅一啲堡壘，咁就決定，喂，不如拆咗佢啦。咁樣拆咗佢之後就再起翻加固啊，好用符合翻當時現代戰爭嘅嗰啲模式去起嗰樣嘢又好，咩都好啦咁樣。咁就當拆嗰陣時，佢見到咦，原來有塊石碑喺上邊喎。咁嗰塊石碑係一個，即係你會見到喺相入邊嘅咁樣嘅樣啦。咁石碑上面其實唔係一件好大嘅石碑嚟嘅，係一件細細地，即係叫細細地啦。咁都係114cm 長啦，闊就72，厚就28。咁其實都係即係如果你去過大英博物館或者係睇過唔同嘅相，其實你都見得到嗰塊石碑嘅形狀出嚟。咁咧上邊其實佢係有，好似上一集提到，其實有3段嘅文字，咁有14行嘅古埃及文字啦，中間咧就有32行，佢哋唔知係乜嘢嚟嘅。之後咧就最拉尾最底嗰度咧就有54行係希臘文嚟嘅。咁其實佢一發現到呢樣嘢，知道喂係正嘢嚟嘅，即係至少起碼一定係有考古或者係有文化嘅價值㗎啦。咁其實佢嗰陣時嘅嗰個將軍或者係一個將領啦，佢哋嗰個叫布夏爾中尉，咁就送翻去開羅嗰邊去做成件事情。但係其實唔係過咗好耐啫，我諗過1-2年到呢。咁1801年其實英國咧就已經打冧咗法軍，咁其實就已經將成個埃及控制翻，咁順理成章啦。咁佢又將成個石碑運翻去大英博物館，咁就 keep 到而家咁樣啦。咁樣，因為其實嗰陣時係好興流行一樣嘢啦。嗰陣時有一個好熱嘅 topic 就係埃及風咁樣。咁其實一翻到去英國或者一去到歐洲，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好多人去即刻去 study 呢個話題㗎，即係佢哋會即刻去見到有啲文字有呢啲嘅嘢，咁佢哋會去研究呢樣嘢。其實喺你當佢係1801年翻到去大英博物館啦，你當去西魯丹或者係聖咁樣，其實1805年呢，其實佢哋已經有少少係可以譯到某部分嘢出嚟，即係好少好少嘅嘢，大約知道可能係個文字嘅組成啊，或者佢結構係啲乜嘢大約，但係其實佢哋都仲未真係譯得到成件事情出嚟嘅。因為其實成個翻譯嘅工程都起碼講緊20-30年，即係 keep 住係咁喺度做，喺度做。其實佢哋係一種已經失落咗嘅文字入邊，而係冇人識嘅，而佢哋攞翻希臘文去做翻成件事呢，其實係一樣好長遠工程嚟嘅。咁有個叫好彩啦，喺1819年呢，其實佢喺嗰個菲萊島嗰度呢，佢出土一支方尖碑。咁即係方尖碑上面，你都知其實佢喺度喺度寫低好多唔同嗰陣時嘅文字啊、記載或者啲歌功頌德啊，當時皇帝嘅嘢。咁佢當發掘到嗰支方尖碑出嚟嗰時咧，佢就一路喺度睇究竟成件事係點樣啊，成啊去破解佢啲文字啊咁啊。之後佢發現到咧，其實原來佢有一個嘢咧係成日都出現嘅，而嗰個咧就係托勒密呢一個咁樣嘅嘢。因為嗰個方尖碑其實係講緊而家我哋現代人成日都即係人都識㗎啦，埃及妖后。
其實佢係托勒密嗰個王朝嘅最後一個嘅統治者又好咩都好啦。咁之後我之後咧，我會講解啲點解我會一路咁樣去講成個埃及嘅演變過程咁樣。咁其實佢成個家族或者成個王朝，佢都係托勒密呢個王朝嚟嘅。咁所以其實當佢一刻托勒密呢樣嘢呢，其實咁啱又喺石碑上有呢一嚿咁嘅嘢，佢就可以即刻通到揾到嗰個密碼啦。即係其實係嗰個匙啊，鎖匙就知原來呢一個咁樣三嚿嘢嘅音字就係等於托勒密，即係就係講完呢個王朝原來佢嘅組成係咁樣樣嘅。因為其實當佢一叫做揾到嗰個共通之處，同埋揾到嗰個 key point 之後呢，其實第二年其實佢已經真係破到成個象形文字啊！其實講緊係1822年，其實已經叫做可以破解到個嘢。咁但係之後嘅翻譯工作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書寫啊，成啊，咁嗰啲繼續後講啦。咁其實點解咁重要呢？其實因為喺嗰陣時埃及嘅聖書體呢，佢係一個叫做標音嘅一個嘢嚟嘅，佢唔係一個標意思嘅一個符號嚟嘅。即係例如一個好簡單例子就係 chocolate， 我哋會講做朱古力。咁其實3個字，朱古力呢3個字其實係冇意思，佢只不過係令到 chocolate 呢樣嘢係可以容易啲，同埋譯咗過嚟叫做呢一樣嘢。埃及嗰陣時嘅聖書文就有少少呢個意思，咁就咁啱撞到呢個托勒密嘅呢一個咁樣嘅名字同埋呢一個咁嘅組合。從而就得到呢件事情咁樣。而呢一個石碑其實係講緊乜嘢？其實係講緊國王托勒密5世，即係其實佢哋個王朝第5個啦咁樣。咁就其實係講緊佢嘅慶祝啊，就為咗1週年啊咁樣。咁當時其實佢得13歲，其實佢好後生就已經做咗皇帝嘅咁樣。咁其實呢個成個托勒密嘅王朝啦，其實佢原本係跟亞歷山大大帝嘅一個將軍嚟嘅。咁之後亞歷山大大帝死咗啦，咁之後就佢自己就喺埃及嗰度去自立為王。嗰陣時係講緊公元前可能305年咁樣。咁之後其實成個嗰陣時嘅埃及其實已經係希臘化咗，所以你見到點解會喺嗰個石碑上面係會有希臘文喺下邊嘅呢？咁樣咁就其實因為其實成件事都已經係變咗做希臘化時代，已經唔再係埃及嗰個文化或者埃及嗰個血統啊去做噶啦。而呢一個好出名嘅托勒密嘅呢，其實佢最出名嗰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埃及妖后，就係托勒密嘅最後嘅一個統治者咯。其實你可以話呢一個王朝係佢最問邊係叫做埃及文化嘅嘢，因為其實你見到由古埃及去到新王國王朝咁樣，之後就俾亞歷山大大帝統治咗之後呢，其實之後就變咗做托勒密呢個啦。咁咧其實已經係希臘化咗。咁之後就大家都知道凱撒啦，即係羅馬啦。咁就羅馬就統治咗佢啦。咁之後就羅馬冧咗啦。咁之後就輾轉就去到阿拉伯人去統治埃及咁樣。到而家其實埃及已經係伊斯蘭化咗。咁所以你話而家嘅埃及係唔係古代嘅埃及呢？有人係話佢個血統上係有啲遺傳咗落嚟嘅，咁但喺文化上面其實已經斷晒嘅，已經係伊斯蘭化嘅埃及。咁而家嘅人其實都同以前嘅古埃及係冇乜太大關係嘅。其實文化呢樣嘢，你見到係世代或者係呢個歷史，你其實都一定喺度衝擊緊唔同嘅文化，新舊又好，都會衝擊緊，一路淘汰緊。其實點解我會做呢個 channel？其實係因為我想做一個記錄啦，當自己嘅一個錄音嘅筆記又好，咩都好啦，咁去睇翻一啲嘅資料，排翻晒，整理一啲係用廣東話去記錄翻嚟出嚟咁樣。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啲咩題目啊，或者有啲咩想講，其實都可以留言俾我啦。咁我就好似今次咁樣，咁原來大家想知多啲，或者想了解多啲，咁我都會做一段短片，短短地，咁希望大家會中意啦。